将为做台语、客语、汉诗吟唱比赛已经办第3档了。今年嘛开始接受报名。本身真爱写诗吟诗的立法院长尤锡坤嘛鼓励高中职学生来报名参加。伤心心月一无语，承得萧条数冠序。立法院长尤锡坤伫立法院吟诗，现场来一段杜金川的道中为水。立法院长尤锡坤推广母语吟诗，伊认为台语汉诗会当反映真实的历史，展现台湾精神。台湾的诗词足济啦，你，迄个亚里士多德讲吼，诗比历史更真实吼。所以讲，咱研究台湾的诗，咱就知影咱的祖先伫创啥。尤锡坤讲，台湾的诗词有真济，而且台语是真水的语言，伊也分享要安怎学台语。怎么样了解台语的水？就是学诗词吟唱。所以学诗词吟唱，一方面你会知影台语的水，第二你会当传承台语。让台语、客语不会消灭。蒋渭水台语、客语、汉诗吟唱比赛已经举办3档，今年嘛准备起稿，接受报名。尤锡坤表示，联合国已经把台语、客语列做强要灭绝的语言。教育部长也讲，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了后，为去年开始已经把本土语言放入去必修的课程，望母语通代代传承。记者柯嘉轩、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有专家认为讲。